中山對我嚟講咧，就印象係好深刻嘅，因為中山本身咧就係民風樸素，而且咧人與人之間咧其實好友善啊。咁我其實好細個就嚟中山考察，咁啊因為咧有孫中山先生嘅故居啦，咁啊記得爸爸帶我嚟啦，印象好深刻。中山美食好多，好似石岐嘅乳鴿啦，咁啊仲有燒臘咧，我都覺得真係難得嘅美食，而且咧仲要係價廉物美。講到消費經濟，其實比香港嚟講咧，就真係實惠同實際好多嘅。空間方面咧，其實因為環境綠化規劃非常之好啊，所以空氣清新。因為山水相配底下咧，咁氣温調整咧亦都非常之好嘅。無論係定居啦，或者係旅遊咧，都非常令人有驚喜嘅地方。尤其是喺呢個海雅繽紛城嚟到呢度咧，其實感覺上面咧，其實係一個好安靜喺繁華之中咧，係大安靜嘅地方。同時咧，亦都見到好多唔同嘅我哋嘅香港人喺度啦，咁啊打招呼啦，好親切。咁啊喺呢度咧，其實購物亦都應有盡有。有咗深中通道之後咧，山同埋深圳咧就好似手挽手咁啊！城市手挽手，我覺得將來咧深圳同中山嘅經濟體咧就會更加貼近一啲發展啦。交通方面咧，仲有好多唔同嘅交通工具啦，好似呢個地鐵啦、接駁巴士啦。過去咧，其實試過好多次啦，跟朋友嚟睇呢個海雅繽紛城啦。咁今次咧又受邀請，咁實地咧考察過海雅繽紛城。我覺得咧商場嘅建築咧真係美輪美奐嘅。角度上面咧，我好喜歡咧啲彎環嘅設計啊！呢個設計咧係盡可以用到地段，而且咧唔見到好多尖角啊、角煞啊。咁啊，通常咧太多尖角咧，我都會覺得係容易咧就係引致啲麻煩多啲嘅。咁但係圓角咧永遠俾人感覺友善同埋有親和力喎。咁仲有啦，就係呢個通透問題啦。咁商場裏邊咧樓底非常之高啊！一啲商戶或者係顧客咧有一個好自我同埋咧比較咧可以咧舒服嘅空間。咁裏面咧其實咧真係應有盡有啦，好似電影院啦、滑雪場啦，咁同埋好多美食啦，仲有好多咧時尚嘅品牌咧都存在嘅。咁所以呢個商場咧係我喺中山裏邊咧從來未見過嘅。我覺得呢個商場咧將來一定係會更加發光發熱嘅。住喺周邊嘅鄰居咧都會越嚟越旺嘅。我相信咧商業旺咧，亦都會帶動到咧周邊嘅住宅樓價咧都有機會有潛在上升嘅機會嘅。咁所以咧其實今日咧都考慮緊研究下啱唔啱自己嘅。喺社區環境上面咧，咁當然啦，交通發達嘅地方，再加上咧空氣或者係溫度咧，其實適宜溫和。咁同時咧民生好樸素，當然治安就更加好啦。同埋呢個地方咧，其實咧係一個新嘅發展嚟嘅，但係正咧就會喺一啲大城市嘅中心位置，咁四通八達，所以都算係一個咧潛質優厚嘅社區，好多唔同嘅興建啦，同埋喺度建設嘅機會，好似咧好有活力嘅一個城市啦。我自己都會睇翻一啲格局形態上面嘅分析啦。我會喜歡咧一啲地方要陽光通透嘅。咁而且咧通風咧係要足夠啦。咁而好似住宅同住宅之間嘅距離咧，要大家存在一啲個人嘅私隱啦空間啦。喺呢度海雅繽紛城係見到嘅。咁亦都覺得非常舒服。有人都會問我，其實置業上面會考慮啲咩情況啦？我覺得好多人咧就買樓置業係人生一個大事嚟嘅，咁需要認真係考慮嘅。不過好多人咧就會同金錢上面咧首先去掛鈎。我會覺得其實投資有價值係必須嘅，但係同時咧亦都要符合自己嘅生活圈啦，同埋自己嘅生活愛好啦。仲有傳統數據底下，如果係比較理想嘅個結論咧，通常咧都會更加優厚嘅。咁一個地方交通方便便利，將來就業企業或者大企業咧多面嘅發展存在嘅話咧，咁對將來咧就家人嘅發展空間咧亦都會比較多。仲有學校嘅配套啦，甚至乎咧整體咧就民生嘅方便啦，咁我覺得都係需要注意嘅。咁當然啦，如果樓咧
新一啲嘅，或者係新建成嘅，符合翻係咁啊，年輕人通常活力充沛啲，發展嘅空間亦都大啲，咁投資嘅潛質咧應該就更加好啦。咁所以咧，投資房地產咧，似乎咧要向實際同需要嘅方向啦。咁啊，要視乎翻你本身係想長遠有固定嘅收入去出租啊，定係自己去住，仲要考慮自身嘅需要喎。咁選擇物業咧，最重要嘅咧，咁就睇翻長遠嘅價值啦，同埋要一個好好嘅發展商啦。咁啊，發展商如果佢發展係出於咧居民心態或者用家心態咧，佢無微不至嘅，當然係更加好啦。管理能夠出心出力嘅，咁啊符合翻你將來嘅需要就更理想啦。最重要咧就誠信同埋賣力啦。咁啊，好似呢個海雅集團咁啦，咁我就非常滿意啦。咁所以咧，今次咧嚟到咧都會自己睇下自己需要嘅單位嘅。喺選擇戶型方面咧，期望咧一個大啲嘅單位，希望喺呢度咧就享受下一個寬闊嘅空間，覺得長遠裏邊咧，其實因為中山嘅發展咧係有機會一日千里嘅，咁將來嘅投資價值咧個回報就會更加好啦。咁啊，希望大家都投資順利啦〜